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我係支持咧政府對網約車咧係做好一個規管嘅，咁啊同其他交通工具咧可以持續健康咁發展，令到市民咧係出行更加安心啦，同埋方便。咁我相信咧發牌數量咧都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之一。咁其實局長剛才都有提到啦，咁所以希望政府咧聽到意見之後咧都可以平衡乘客嘅需要啦，同埋司機嘅生計，咁去決定咧第一輪嗰個發牌嘅數量。咁咧我有兩點想關注一下嘅。咁就係早前呢，其實有幾單內地嘅黑工嚟香港揸網約車嘅案件啦。咁被捕嘅司機咧就透露，其實佢2個月咧就賺咗超過7萬蚊。咁睇翻政府提交嘅罰則建議啦，咁將來冇網約車牌嘅司機咧，係首次定罪咧係監禁6個月同埋罰款1萬蚊。咁想問當局評估有冇足夠嘅阻嚇力呢？咁另外咧就係內地現時嗰個陸路口岸呢，都有啲網約車嘅專屬等候區，咁係方便啲乘客揾車同埋上車，咁避免造成一啲交通嘅混亂。咁政府就計劃第4季係落實個規管啦。咁本港喺呢一個交通配套上，其實係咪預備好呢？例如喺機場啊，同埋各個陸路口岸等等，咁有冇計劃設呢啲嘅網約車嘅上車區啊，同埋相關嘅安排呢？唔該，主席。好，局長。多謝譚議員嘅3個提問嘅。首先呢，我諗第一點呢，你提到一啲早前有一啲黑工啦，佢哋透過一啲網約嘅平台提供服務啦。咁正正因為咁呢，我哋去年喺審議個主體法例嘅時候呢，我哋都引入咗呢，亦都係我哋喺香港都比較獨有嘅一個嘅規定呢。我哋會嚴格規定日後我哋發出個網約車許可證嘅牌證呢，個車同人係綁定嘅，我哋所謂人車綁定。咁喺人車綁定嘅呢一個嘅前提同埋規定之下呢，我哋係會利用科技，包括即係人面識別啦，咁嚟到確保呢就係必須呢一定係嗰個嘅登記嘅車主提供服務。我認為呢一個呢喺確保安全同埋係去符合個規定嘅時候呢係至為重要嘅。咁至於呢，我哋喺定個罰則嘅時候呢，我都想提出，除咗剛才譚議員提到就係話，我哋對於一啲佢係冇跟一個許可證係去駕駛或者係提供呢啲服務嘅車或者係司機，有一個嘅定罪嘅罰款或者罰則之餘呢，其實我哋今次正正係規管平台。咁所以咧，平台咧都係有個需要咧，去確保咧佢哋旗下提供嘅咧係會有一個盡職嘅審查。咁如果涉及嘅個案唔單止係人同埋車，甚至係可能平台咧幾方面咧都會同樣咧係有一啲罰則嘅作為一個嘅去阻嚇嘅作用嘅。咁而至於第3就係話喺目前嚟講咧，我哋網約車嘅佢個本質咧，我哋都會將佢等同一啲嘅私家車，咁所以喺香港始終我哋呢就係人多路窄啦，咁所以我哋會傾向沿用翻而家私家車所以遵守嘅，就不能進入一啲嘅禁區嘅呢一個嘅規定呢，我哋會係沿用翻日後網約車佢嘅營運時候需要遵守嘅。多謝主席。係好，即係唔可以入口岸跨境口岸。係，唔該。